大家好啊！而家我哋繼續嚟學習藏經嘅第二段。而家睇下第一句啊，五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呢句意思啊，其實咧就係強調一下呢五種氣咧，佢係有一個化育生滋生世間萬物嘅特點。好，你睇第二句嘅意思，即係五氣即五行之氣，乃生氣之別也。呢句咧就係重點啦。呢五氣咧就係指金木水火土各自五氣喺地中運行不同形式，即係五種氣其實係一氣個不同表現形式而已。明確咗五氣嘅本質就係五行之氣，係生氣嘅分化具象化啊。好，我哋睇第三句，夫一氣分而為陰陽，息而為五行。其實咧呢一氣咧就首先分化為陰陽二氣，然後接着再以解釋演化成為金木水火土呢五種氣。呢句咧就點明咗呢五行咧氣嘅演化路程咯，即係佢從一氣演變成陰陽二氣，然後咧再生為四象，再到五行啊。睇第四句，雖雲於天，實出於地。佢喺天上嘅演現啊，喺天上演現，但咧佢根本源頭實際產生於作用於大地，因為咧呢啲草木花土樹木啲人都係生主要個生活都係喺大地上邊噶嘛，所以啦天地人三才主打都係喺大地當中，所以呢句咧重點強調咗五行之氣根植於大地嘅根本屬性。呢咧就係我哋風水學關注嘅核心範圍，揾到我哋蘊藏喺地層當中嗰個生氣。好，睇第五句，行則萬物發生，聚則山川溶結。呢句咧大體意思就係佢喺大地當中運行流轉，就促使咗萬物嘅生發。當佢喺圍住凝結嗰陣時咧，嗰啲山脈河流咧就形成咗啦，然後咧就形成咗結血結血，我哋講嘅血牆我哋就可以喺嗰度安葬啦。好，我哋睇第六句溶結者，即二五之精，繆合而凝也。呢句意思咧就係佢話所謂溶結，即係形成咗一個牆氣牆，即係血牆，一個氣牆喺度。其實就係咁二五之精，即係二五之精，其實就係陰陽二氣同埋五行之氣個精華通過精妙嘅結合而凝住固化而成嘅。即係咧，我哋會去睇啲山脈嗰陣時咧，我哋會睇到遠睇啲山脈嗰陣時會睇到，佢會形成咗個陰陽二氣嘅陰陽屋咁樣嘅，陰陽屋咁樣嘅，睇到佢有陰陽屋咁樣嘅形狀咧，佢就係有個月牆喺嗰度啦。好，呢句咧就係重點揭示咗月嘅，即係呢個地氣嘅精華凝結點形成嘅本質係陰陽精粹之氣與五行精粹之氣喺特定嘅地點發生精妙和諧嘅交匯融合與凝固組合嘅結果。即係咧呢個結血我哋講嘅風水寶地就係陰陽二氣，即係陰陽衝和之氣咧，同埋嗰個五行之氣一齊融合咗喺呢個點停留不斷嘅主集，先形成咗呢個月點我哋講嘅真正嘅有生氣嘅地方。我哋第二段講到呢度。